女娲补天上。女娲也能看水。对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数学，但俺这老的很经验，同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能下就这些。下用渠道，渠道，秋嘎，秋嘎，灌溉，灌溉，春天，春天，收成，收成，落叶，落叶，庄稼得到了灌溉，年年都得到了好收成。庄稼得到了灌溉，年年都得到了好收成。落到了春天的年，落日啦，落了雄月。落到了春天的年，落日啦，落了雄月。同学们，这节课的内容是讲解一篇流传千年的神话故事。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带领俺这落当年的哈中些句言，多嘛俺这娘的他年三八了记得。面积三八，燃烧，巴尔瓦，围困，过西，挣扎，破草。许多人被火围困，许多人在水里挣扎。没忙不没过些贴近，没忙不吃弄破产讲多。洛登，我给你讲一个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，叫女娲补天。看女娲又是怎样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的。罗登，你却拿罗东朝的马杰比拉准些些啊！准的啦，女娲姨能干连把连些，女娲姨没在那对俺里经常下月去打啊。好，快讲给我听听。呀，给那就别黑等。自从女娲创造了人类，大地上到处是欢歌笑语，人们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。女娲姨若没一点对你人，一点头嘎吱看看，没那么的些些比错肉音乐。真有趣。阿弟，我们养的钱不是呀。可一天夜里，外面一阵轰隆隆的巨响，天塌下一大块，山岗上燃烧着大火，田野里翻滚着洪水，许多人被火围困，许多人在水里挣扎。这的财木希拉扎全部是兄弟，那嘟嘟记得吧的，日子啦没钱不吧，啥人啦吃一公。我们不每一个月啦，我们不吃弄了泡草浆的。啊，那多惨呀！哦，我们理解完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个人的做了大家姐，却这个民间的那个高等现象。他念这些，燃烧有两种解释，这儿指物质剧烈氧化而发光发热，可燃物质和空气中的氧剧烈化合是最常见的燃烧现象。巴尔瓦呢？对啦，你这没几年没见中完了些，
围困指人或动物被团团围住，处于困境的状态。Orkina malasubi newarkoni nenkai nisrhunwalase 挣扎指用力支撑的状态。 Hotona Gongchablamchabang Ngurdelase 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 Loduzo Deriga minti sapadano lojoshi taji Danga jinyamda jinden a London 下酒燃烧，燃烧， Barwa Barwa 围困，围困， Gorshi Gorshi 挣扎，挣扎。 Hotso Hotso 许多人被火围困，许多人在水里挣扎。许多人被火围困，许多人在水里挣扎。 Mambo mei goshi tepsi Mambo chano phatabjando Mambo mei goshi tepsi Mambo chano phatabjando Penzi zemo zewa 罗主错，这人个名字啥把能写群，大概就话那作业写错了具体连接人，不过他念道理，把话写把的公园咋个，写出三路什么多年连接。 呀，老主错，切去来用到把的工的。A， 爸娃，要想来这送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 老主座，大家句第二路边他年三八点到下中这些。 燃烧， Barwa 燃烧， Barwa 围困， Gorshi 围困， Gorshi 挣扎， Hotso 挣扎。 Hotso 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 第二我记他年三八个中月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打啊。 Barwa Gorshi Hotso 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 老主座，第二个路径的年长下来人，打的目击，